歡迎收睇一節暴雨消息。天文台喺上午8:05發出紅色暴雨警告信號，去到9點半取消，而雷暴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同時生效。今日本港多處地區錄得超過50毫米雨量，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及南海北部帶來驟雨。預測大致多雲，有幾陣驟雨。明日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，及有狂風雷暴，最低氣溫約26度。下午部分時間天色明朗，最高氣溫約31度，吹和緩南至西南風。展望星期三短暫時間有陽光，有幾陣驟雨，隨後一兩日漸轉天晴酷熱。週末期間天氣不穩定。今次嘅暴雨消息講到呢度，多謝收睇，拜拜。